主后2023年5月31日，每日圣安讲读经，欣赏上帝创造的水。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第8篇。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冤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的月亮、星辰啊，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予伊比天使小看较输，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甲伊治。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予伊有权柄支配一切。一切的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欣赏上帝创造的水。即马智慧型手机仔翕相的功能愈来愈好，所以有手机仔的人，若看到水水的风景，差不多拢会摕手机仔翕相留念。我就常常伫网络社群顶面看到真侪美丽的风景相，差不多拢袂较适合专业摄影的。拜现代科技技术，咱真容易透过这影像，看到上帝所创造大自然之水。对太空科技有兴趣的人，应该也会注意到最近出台哈勃太空望远镜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所拍摄的相片，若呈现真侪过去无翕到的细节，佮展现过去的人学伫想象的美丽生魂。这是今仔日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互人袂禁得赞叹宇宙的浩瀚。早时，当大笔观看日月星辰的时，也对内心发出阿拉上帝的奇妙创造。伊感受到人伫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间是偌尔渺小，就发出安尼的赞叹啊！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呾拜科技技术，咱毋若单单看到上帝伫地球的创造，也看到上帝伫规个宇宙中的创造。这个创造的水，实在大大超过咱的了解甲想象。毋管人搁再安怎聪明，当咱看到宇宙的浩瀚甲美丽，真学袂谦卑落来思考，宇宙中应该有一位伟大的创造主。假使咱的生活单单为说伫掠家己做中心的思维，那安尼，咱所看到上界重要的就是家己。这无形中会互咱家己放踮上重要的位置，敢若看会到家己的需要，看袂到别人的需要，也看袂到上帝创造的奥秘。对基督徒来讲，咱常常受提醒，人毋是世界的中心，上帝才是世界的创造者甲掌权者。当咱
甲眼光对家己的心上刷开，才有机会看到其他美丽的创造，然后了解代表为甚物会发出人算甚物？你遐尼关心的赞叹。圣经是上帝对咱的启示，毋但启示伊的存在，也甲咱讲，咱通伫大自然中间发现上帝创造的水，佮亲像大笔安尼敬畏上帝。上帝互人类拥有水的美丽概念，互人通使用无同的器具，从事各种无同的创作，透过美术、雕塑、音乐、文学等等的方法，来表达咱对上帝的赞美，同时也互人通做伙欣赏这的创意。大笔的诗是通用唱的，通用唱诗歌的方式，互人容易记背。上时阵透过曲调的旋律，表达一寡无法度用口语表达的意境，亲像哀伤、忧虑、惊吓、喜乐、欢喜笑、受气、困求等等。透过这个诗歌，咱通甲上主更较亲近，也通更较适切向上主表达出家己的情绪和需要。诗篇的赞美是上主互人美好的礼物。默想，看到大自然的美景，我通常会安怎反应？我通用甚物方法欣赏上帝创造的水？通用甚物方法来维护创造的水？看到大自然的美景，我通常会安怎反应？我通用甚物方法欣赏上帝创造的水？通用甚物方法来维护创造的水？咱做伙来祈祷。主爱的天父，感谢你为人类和万物准备这个美丽的世界。求你使我有敏锐观察的心，通看见你创造的水和你对我的疼。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